校长，姚聪龙校长来甲咱分享信息。我的信念是啥物？咱主内少年教会牧师、长执以及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甲遮尔啊侪兄弟姊妹相合伫遮敬拜上帝。伫遮我要来分享的信息，我的信念是啥物？拄即个淡江中学，即个已经是校友级的这校友少年校友因唱出耶稣疼我知甲真清楚。那耶稣疼我知甲真清楚，我有力无？耶稣疼我知甲真清楚，我有望无？我是毋是爱感恩？等等，足济我所信的价值伫倒位啊？即个我所信是啥物？这一直是咱基督徒逐工拢需要面对的代志。所以今仔日要用要进入这个主题进前，嘛是要讲一寡淡江的故事包括淡江的历史。首先淡江的历史真久，我要做一个这个较短的介绍，无介绍袂完但是伫这个开始进前我想要讲一个故事，互大家知影。马偕博士的第三代的查某囝Miss Margaret Mackay， 伊写故事，写因阿公的故事。伊讲马偕博士伫家人设立教会以后，伫这个清朝甲法国发生战争的时间有会友甲讲：马偕博士这个法军已经撤退，清朝甲法国的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岛就是讲这个法国兵占领和平岛，伫遐伫甲台湾兵相战，伫甲清朝的兵相战。但是战争结束法国兵走也伫和平岛顶头留2只狗。你敢有想要去甲领养，去甲认养去甲领养迄2只狗，转去厝诶饲啦，踮咧淡水顾厝啦。马偕博士就甲带2只狗转来，一只乌狗，一只白狗。乌狗的故事尾也就无阁出现，就是这个白狗。今仔日我要讲这白狗的故事。这只白狗转来到伫淡水以后，因为这只白狗身体真勇，速度真紧，真勇猛，伊真爱挑战这个屋顶头的狗。那狗好看到一定相加，伊一定甲赢所以厝边隔壁的狗若看到伊就也袂溜啦，毋敢甲伊安怎样但是尾看无对手以后，这只狗真无安分不安分。看到鸡伊嘛甲加，看到伊嘛甲加。若看到迄鸡母带鸡仔囝，真歹真歹会甲伊斗。伊阁愈兴奋尾也甲加死，连鸡仔囝嘛加死。这声就袂好咯。迄厝边头尾就开始斗咯。马偕博士你安尼传道理是真好，这个疼心真好。你迄只狗无疼心啦这个马偕博士真袂堪要互一直斗，就甲掠去八里，原来有八里教会掠去互这个会友照顾。伊讲安尼应该无要紧，早起掠去暗时就走转来咧。迄淡水河无够大条就走转来。走转来以后，就讲你都毋通安尼，你就爱乖，你就爱听话，啥物拢会当做，都袂使去咬鸡仔鸟袂使咬鸡仔鸟佫煞到伊就咬羊也总是惹代志啦，惹代志以后，嘛是袂堪要人斗，甲掠去讲无掠去三角影、三夹。照即个故事所写，就是三夹鸡就要行山路，行2点钟啦，进山顶掠去遐寄人饲，掠去遐寄人饲，4天转来。即只狗安尼要太会使，安尼想袂到，讲伊安尼佫懵转来咧这毋通，迄毋通，尾讲毋通诶，毋知听有无尾换加死猪马偕博士愈加迄个价值愈悬所以安尼袂使，就甲掠去花莲港。伊讲即声伊袂当转来，掠去花莲坐船去遐传道理，先说去安排即只狗去遐认养安排踮咧花莲港，应该是伊无再着转来，遐远伊要哪转来？无啥物快速公路，啥物拢无
做起码伊也有一个路标通啊走，拢无。结果拍远的世界，讲起来真拍远的世界。因故事的描写是写讲，这个囡仔真爱这只白狗，但是慢慢啊都袂记的。啊，这白狗互人饲啊啦，互人做囝啊，所以大家都较袂记的。但是故事是安尼写，过了半年，有一天，有一只狗安尼闪逼巴，啊乌索索，规身躯拢土，啊臭，伫咧门口，啊敢若无啥敢入来，想入来毋知受欢迎袂？啊结果囡仔讲：哎呀，小白啊，哦，啊都甲摸做阵，囡仔大声啦，啊摸咧，哦，小白啊，都强要吼出来。结果即只小白吼，啊，就开始洗香菇啦，啊，就要保养啦，又搁臃肿起来啊，啊，臃肿起来以后吼，这马偕博士嘛是共款讲，啊，你都毋通甲遮代志吼，也即个影响即个传福音的工作。也结果是安怎？尾啊，牛母带牛仔囝，教死牛仔囝，牛母要甲暗号都暗号袂赴，即声代志遮大条啊，无法度。马偕博士讲。我要甲带来去一个所在，伊绝对无可能转来，带去龟山岛。马偕博士伫龟山岛有设立一个报道所，因为龟山岛马偕博士的第一个受洗礼的信徒严清华，伊是龟山岛人吼，带去龟山岛一个黄乾做迄个传道报道所的传道师，啊，将迄个黄乾就甲白点的一个石卵。咱即个石磨啊，伫石磨啊顶头啊，一条锁啊，啊甲绑点颔棍。即个故事的写法是，即只狗不管是敢若变做伊的娱性节目，伊无代志，伊就挖头咬即条锁啊，咬，一工咬一丝啊，一工咬一丝啊，哪咬就哪有。但是即个黄乾传道师无注意，咬啊有一工叫咬转去。故事的写法，伊无回头。冲向这个大海，头也不回，向大海直奔，然后冲入汹涌波涛的大海。冲入大海以后，就开始游。啊，龟山岛无偌济人，大家啊，只狗游起来啊，紧转来，伊拢对伊来讲，拢一点点影响都无。伊一心一意要转来淡水，但是最后这个黄乾传道师转来报告这个龟山岛宣教的情形的时阵，讲啊，这几多个月前发生的代志，安尼白狗大概无转来啊。信念是啥？我要回家，淡水是我的厝，我要转来。这是这只白狗相对伫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真会当互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咱今仔日我咱要借这个机会，啊，拄啊，咱这个管弦乐吼。走了真水，所以等下啊，这个再搁叫人搁奏一条互咱听吼。也这个男生四重唱，原来是已经毕业的少年的好友，因原来唱了真好听。淡江中学的信念是啥？学了上帝，学了主，因为上帝赏赐互咱的非常的教育。我原来要借这个机会来讲淡江的故事吼。这个淡江中学是1872年。该瑞李牧师来到淡水以后，伊设立这个传福音、教育甲这个医疗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伊来并无设立淡江中学吼。搁刷落咱来看，1872年，咱来看这台船啊吼，这台船啊，迄个正手柄顶头这台船啊，这台船啊，就是这台船啊，驶到龟山岛去传福音。就是这台船啊，驶到偏嘉树去传福音。这台船啊，为南方有驶到花莲，也检测迄阵啊，甲这只白狗送去花莲phòng饲，都是坐这台船啊，都是坐这台船啊，嘛无一定吼。来，1882年，1872甲1882 10年久，真简单的教育，无教室，无课本，什么都无。1882牛津学堂设立。开始要培养这个传教士，是培养男性啦，也毋是女性。搁说了1884设立淡水女学堂，这就是培养女性的传道士。所以男中甲女中，男的传道士甲女的传道士，这两个机关设立相差2年。
100多年前，马偕博士对伫即个男女平等贡献伫台湾社会是何等的大，这真容易会当看出来。淡江中学的历史顶头，嘛是有真济迄个波动，真济无平等的所在，但是一一受到克服。咱来阁看，1895年日本甲清朝发生战争，清朝战输以后，日本人统治台湾。当时淡江的即个校务嘛是有日本人的介入，就是日本来做即个做学校长哦，即个杜秋平下底，这是日本学校长；郑秋平的顶头，这是李登辉总统。所以，伫日本人在统领即个地理淡江中学的时阵，顶头的相片，囡仔伫阅兵啦，伫操场伫阅兵，哦，伫勇壮，伫若是有必要。检测会当送去做兵吼，佮刷落咱来看，该瑞廉马偕的后生，该瑞廉先生，伊创立淡江中学，毋是第一代创立淡江，是第2代创立淡江中学。咱来看，该瑞廉先生甲伊太太下面有3个查某囝，2个后生，迄3个查某囝上少年的92岁，上老的98岁，因3个人拢还阁伫多伦多吼。后生一个二出大前过往，另外一个较细汉的，即嘛伫Vancouver 94岁。佮说了，1914设立淡水中学校，是该瑞廉学校长，所以淡江中学是为1914开始设立。佮说了，1916咱看淡水女学校，就是讲男中设过2年，女中设，所以即个男女平等，以及重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甲即个潜在的能力吼，这方面是何等对台湾的社会是何等的贡献。1925兴建即个八角塔，即个八角塔原来真水吼，咱若即个有邀5礼拜，会当来去遐做礼拜，非常是值得去的所在。我会记40年前，即个报纸写一篇故事，讲一个放荡的台南囡仔，甲因老爸老母骗讲，我要来去伦敦留学。因老爸老母信以为真啦，想阮的囝，即个放荡囝，当时讲想要读书，因兜的家产卖咧，摕一笔钱讲互伊哦，你囝你着较正样咧哦，摕互伊后，即个囡仔摕来台北花天酒地，过差不多1-2个月，寄一张相片互伊讲，这是阮学校伦敦的即个塔，你甲看，因老爸老母摕即张相，满世界点。拢爱善呢，去电过的人拢爱善。恭喜哦！恁囝伫要写论文啊吼。我有带一个英国某啊无安尼吼。有一天，拄啊一个淡江校友去看着恁囝伫淡水啦。即个淡江的囡仔吼，嘛是爱真骄傲，讲哇，我伫淡江做学生，迄些真臭屁的代志咧吼。1947年，淡江的历史嘛是有较凄惨的所在。民国36年，228事件是2月28，埔顶的凄惨的故事是3月11。迄个军队进入淡水镇，杀死真侪人。去到学校，咱的董事长、咱的学校长、咱的训导主任、咱的一个生物老师受掠失踪，一个学生囡仔15岁，踮淡水街啊，着枪。军人看一粒头伫遐，就甲扣落去啊！迄个囡仔嘛是死去，所以5条性命，咱淡江有这个凄惨的过去。佫说了，1848年，民国37年，因为政府来到台湾就安定了，伊就开始命令讲，所有的私立学校袂使用地号名做学校名，所以淡水中学改做淡江中学，淡水女学校改做顺德女中。这咱应该加减捌听过这个故事。1956年。男女学校就是有2个学校长啊，合并变做即卖私立淡江高级中学，男女合校啦。若无应该是查甫囡仔一边，查某囡仔一边吼。咱来看近代的代志。近代的代志，因为这历史真长若无缩较短咧检测着爱踮遮食中昼，搁食暗顿啦时间爱用真济。即个1999年，咱的学生数有达到2000，嘛是慢慢进步。咱毋是咧追求囡仔济，咱是结构性，咱的结构，咱嘛共款
慢慢啊调整。2007咱设立小学，所以对伫马英九总统讲这个2014年、12年的这个国民教育开始要开始，咱2007咱就已经是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一概，拢伫这个5甲地的淡江的 campus 内底建构完毕。就是讲咱这个结构体已经2007跟2014，咱有提早7年所以若无走较紧呢，热人袂着，安尼真费气的代志。咱来看1994，伫这中间，1994咱成立音乐班甲美术班，所以咱这个囡仔咱这管群的这个学生那甲比起1994，因这拢是小弟弟小妹妹，因为遐拢是先辈，遐拢是搁较前辈的人。咱来看这个相片的倒手边甲正手边顶头迄周杰伦，迄囡仔真爱看，看无啥清楚嘛，较认真甲看。这个 disc 我会放踮咧咱教会，若爱看会当搁甲放较大地来看迄个看一个较有咧今仔日安尼看无啥清楚。周杰伦迄粒头足侪人爱讲，这周杰伦头安尼所以看较清楚的要学较会成。1996，咱学校本正是一个普通高中，咱甲转型做这个综合高中，所以有这个 high school major 高级中学的主修科目，有电脑，有这个商业主修，有这个幼稚园师资的训练，有美工设计。还有日文班等等咱来搁说来看，2000年，张惠妹真红，无毋对但是伊是慕名淡江高中很漂亮，伊毋敢讲淡江中学出一个周杰伦，为什么？走来看周杰伦，伊毋敢讲，敢若讲淡江真水就走来所以这个正手边，这个是张惠妹倒手边下头。这是咱2000年剪彩开幕这个综合教学大楼迄个时阵，我的信念是什么？真要紧咱的信念就是讲，咱的阿爸爸上帝是万富有的，所以其实咱应该是有力，咱嘛万富有啊。老爸好个囝当然是好个囝毋通无志气都无代志啊嘛台湾即嘛是安尼，咱莫无志气都拢有啊嘛，敢若好个人在讲，我惊巴肚，我惊中昼无通食。哎呀，这个话讲多恶心呢这有影是安尼啦咱台湾实在是大项有。咱看2002年，咱嘉义瑞南纪念公园设立6成，咱嘛设立这个双语班。咱毋是咧伫遐咧点讲咱的英语偌好，就是讲咱爱重视这个英语，因为英语是国际语言，未来台湾教育需要培养出国际人才，所以淡江非常重视英语。2004年，咱高中有音乐有美术。2004年，国中嘛设立艺能班有音乐美术。2007年，顺德小有设立。2008年，艺能大楼6成有游泳池。咱重视囡仔各方面的发展，所以伫淡江即摆已经会当安尼讲即摆遮管全力团遮共款袂晓收水，袂使毕业袂晓收水，咧学校有游泳池，我袂晓收水，袂晓收水爱渡水，渡对就晓收水，这袂使讲我袂晓收水啦来，搁说了咱目前大概为幼稚园、小学、高中、初中甲高中约毋止2700个啦应该上2800个啦。咱真有一个步调，咱是一流名校，因为天父疼咱。一般来讲父母疼囝，第一个有安全感，第二个有安全感以后，第二安怎？真有自信，甚至真骄傲这才对了，咱来看咱顺德小学咱2007年设立，这个暑假过就升5年级咯。咱来看小学的表现。虽然毋是真清楚，但是我会当用口头来补足。咱伫音乐、伫英语，顶头这师德英检成绩优异，
这囡仔，咱送30个去考试，30个拢过；40个、60个、60个去60个拢过。咱的囡仔确实是真优秀，也因为这个优秀吼，咱为幼稚园开始吼，幼稚园开始在排列啦。咱小班，咱即摆已经收2班，甜吼，但是后面佫20个在排列。中班收5班，一班15个啦吼，一班15个收5班，后面佫17个在排列。大班吼，大班咱个收4班，收4班额满以后吼，宣布大班不再招生。对伫2012年，即摆已经有人在登记，所以咱即摆幼稚园嘛是真，迄个老师嘛真有自信，讲这个纯德幼稚园吼，迄个老师讲恁足臭屁的呢，伊讲没有啦，我有啊，这个无，人拢嘛讲恁足臭屁，真正吼，上帝允许咱的，就是讲，包括咱的教职员，会当有信心，因为咱的信念是主耶稣基督听我有信念。佫说了，咱来看今年的6月7日吼，顶头甲正手边迄个拢是小学大楼顺德堡大楼，伫6月7日这个完工吼。因为咱学校不断的扩展，佫说了，咱来看国中部国中部的活动国中部的活动，咱来看正手边下面迄个相片，3个查某囡仔伫遐咧行吼。穿即个迷彩装，迄下底是5站深，那搬落去会搬死去啊！但是吼有条件，会惊袂？会惊，会搬落去袂？安全设施真好势。但是即种条件，一般学校无要做，都惊来惊，毋拄搬落去。咱学校，咱甲即个甲咱办理活动的机关，咱有相当的所谓老师的职前训练以及场所。以及安全设施的检查，所以咱的囡仔这已经做8年啦，真好势。咱看倒手边顶头迄个相片，你若看较清楚，就有一只手伫遐吼，一只手伫遐，一个囡仔伫遐，伊甲扭掉咧吼，甲扭掉咧，下底敢若狗遐足侪囡仔，这只手若甲放去，这个囡仔就会马上坠落3公尺，安尼自由落体3公尺，迄当会惊呢，就我落落去啊！落3公尺以后，才开始差不多伫30公尺的范围，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敢若荡秋千了呢。所以落落迄个瞬间所有囡仔拢会哀爸叫母，足大声的啦。但是哀过以后，你甲问讲好不好玩？有诶拄仔咧哀爸叫母哀甲哭出来，好不好玩？很好玩啦，很好玩。实在是安尼啦。咱这囡仔拢有经验着，袂歹啦，有影是袂歹。来，咱来看高中部。高中部这个因为字是讲咱囡仔的智育，因考调的学校，这看了袂清楚，咱个看下一张。看正手屏顶头，迄是小古兰师范州，一台树林船顶头坐8个，这囡仔拢坐过啊！危不危险？危险啊！会死袂？袂死啊！会食着水袂？会。小古兰溪的水安怎？很甜，一定是安尼啦。无食小古兰溪的水吼，袂大汉啦。这囡仔拢抱着一个真水的经验，倒转去因的厝。我较赢过这个条件，我就是大汉。这个是何等要紧的代志。正手边，迄囡仔敢若马戏团安尼，2条绳为这边行到迄边，迄边行到这边，下底5站悬。迄半路拢毋是安尼讲的，但是咱的囡仔拢真有信心。你行过。只要从这边到那边，安尼行过，你就是淡江人，别个学校无要安尼做，咱要安尼做。佫说了，咱学校原来有真济这个国际活动，佫说了，我们看气候，过去做真济，后摆咱要安怎？佫说了，咱学校有一个成长曲线，佫说了，咱来看我的信念是什么？我的信念是啥？我的信念是爱，有信心。我也要追求水。咱请这个管弦乐搁一摆将水甲咱做一个分享。
咱前辈的脚趾是真水，所以咱追求水。咱即个我的信念是啥物？咱搁一摆来思考吼。所以咱今仔日进入即个主题，即个信念是我的信念，嘛是啥？嘛是一个机关的信念。淡江中学的信念是啥物？咱来看我的信念是啥物吼？今仔日的圣经在讲，无你看路要食啥物，要穿啥物，要啉啥物，就要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若是一个囡仔，一日敢甲老爸老母讲，我要伫这，我要伫这，我要伫这，应该即个囡仔吼，甲老爸老母不贴心啦，无够体贴。那体贴的囡仔，伊会讲我的老爸是咧创啥，咧创啥，伊需要啥？我的老爸伤心的时候，我会搁甲搭搭咧。所以，我的信念是啥物？若是干那讲，我的肉体上的需求，安尼是真粗浅。搁说了，咱来看卖啊吼，我要介绍互大家知影。拄仔咧讲爸教的信念，我要回家，我就是要转来我的厝，会死我嘛要转来，迄是即只爸教的信念。马偕博士伫伊的著作内面吼 ，From Far Formosa， 伊有讲起一篇，因为伊有去过龟山岛，去过偏家书，伫即个以赛亚书内面有讲到一站，即个圣经在讲，远远的都市顶头的百姓，有缘的刻薄真理。所以马偕博士，这是伊的信念。伊将这个真理送到伫偏家书，送到伫龟山岛。咱会当安尼讲吼，我的信念是啥物，就变做足要紧。这个 From Far Formosa 内面有写到这句话吼，写到这句话，伊咧讲 Christianity is not a system of philosophy that may be taught, but a life that must be lived。伊咧讲的是啥？伊讲马偕博士讲的吼，这毋是圣经内面的部分，但是甲咱即个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4节是会当相拼来思考。伊讲基督教并毋是一种一定爱教导的哲学思想，基督教是啥物呢？是一定爱活出的一种生活，一定爱活出的一种生活。所以有爸母的囡仔有信心，有爸母的囡仔。伊有欠缺，伊有底讨；有爸母的囡仔，伊袂惊；有爸母的囡仔，伊有安全感。应该讲，有爸母的囡仔，伊有目标，伊有真好的潜力，会当去发挥。咱来看，我是毋是安尼吼？搁说咯，咱来看，我的信念是啥？你有信仰，应该是有气力。所以，咱这信仰爱是伫生活中来表现。咱来看第二个例吼 ，Helen Keller 海伦凯勒啦，海伦凯勒，伊是看袂到、听袂到。这袂讲话一个美国的作家，伊讲有一天我的朋友，伊是用网的用网的做表达。伊讲有一天我的朋友来找我，我问讲，你来找我，你看见什么？伫来我厝的中间，你看到什么？伊的朋友讲无啊，我无看到什么遐啊。这个 Helen Keller 伊讲，你无看到什么遐啊？我用我的手，因为我看袂到，我用我的手。望伫即个树棵的顶头，树棵顶头迄个树皮粗粗，但是粗了果水，粗了水，粗了奇妙，我感觉真着惊。哪会遮水？也我望树皮顶头，我望树叶啊，树叶顶头的即个纹路吼，即个纹路，遮尔啊规矩，遮尔啊水，我心肝着跳，遮奇妙，我不断想要学落煮，我的手放伫溪水内底，溪水迄凉的水。流过我的即个枕头啊，我心肝着跳，我一直要学落煮。伊甲伊的朋友讲：你即个上帝使，你讲你无看见什么？上帝使你目睭啊，不过是互你安怎？互你讲安尼免夜关啊？安尼是毋是糟蹋？讨这上帝使你目睭？各位，上帝听咱知无？这第一个，第二个，咱有好好因为。上帝听咱，产生气力，产生信心，有安尼啊无吼？当然，
咱的信念是什么？原来有一寡物件，咱需要来思考。第一个事实，咱是毋是逐工拢伫即个事实顶头，伫遐不断的回想？爸爸妈妈供我吃穿，甲爸爸妈妈讨钱，毋是讲爸爸1000块摕来，摕100块我买，毋是安尼啦，应该毋是安尼啦。就是讲感恩的代志，拢爱纪念。咱逐工逐工会活若无空气5分钟人就无命咯。我会当活着，我早起踢开我的目睭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无毋对啊，这是无毋对。有空气有水，我逐工我所要伫的拢有，感谢主。所以真侪感谢的代志转变，这个转变是人伫这个转变的中间，爱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检测所要得到的物件，毋是马上会当得到。伫转变的中间，看袂去头前要发生什么，拄到的时阵叫做挑战。伫挑战的中间，无哀怨。第三，认同，咱嘛爱认同。咱台湾细古锥。当我甲即个加拿大的朋友讲，淡江中学只有5甲地，学生差不多2800个，伊就足着惊的啦。伊敢若毋捌遐惊过迄款。你那5甲地，你若500个囡仔，就伤客啊！钱个2800个，不像话。我讲，阮哪有恁遐好命？你加拿大台湾的200倍，人口嘛才2800万，恁好命囝。阮无遐好命，所以阮大家客做阵，嘛是真烧咧，嘛真可爱咧。士林夜市，我足爱去的咧。为什么？小得可爱呀，敢毋是？恁老外啊，恁外国人，恁嘛足爱去啊。这是认同啦，这是认同。那咱来看看咱的回应。第一个，我是当家赎回上帝宝贝的囝。第二个，我有啥物通个要求无？我有啥物欠缺无？我所求的拢得到。我爱回应我所求的，我爱感谢主。第三，我用全能的爸、富贵的天爸做骄傲。好，再下去，过了。好，咱来看这个圣经甲十字架是淡江的教会，圣经甲十字架听甲服务是淡江的这个孝训，这拢真要紧当然前辈安尼经营，咱嘛就要安尼落去做。好了，再下去。好，咱来看最后这个是小学大楼，今年6月7日来落成。我即马来邀请咱学校这个小学部的主任朱凯玲主任来对小学做一个描述，我来互咱了解讲迄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牧师双联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好。我即马因为我台语无讲概念长，所以我必须要用国语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小学的状况。目前我们小学有1到4年级，那8月份之后就有1到5个年级，1个年级2个班。那我们收的小朋友没有很多，因为我们希望给小朋友很好的照顾。如果我们收的小朋友太多，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得很好。所以目前是1到5个年级。那我们的课程的特色，我们学校很重视英文，所以我们小朋友都是外国老师来上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课都是不翻译的，就是课堂40分钟，全程都是外国老师用英文上课。一开始可能1年级刚进来的小朋友会听不懂到底老师在讲什么，可是我们老师上课非常的活泼，有很多的肢体语言的部分。1个月之后，小朋友几乎都是听得懂，甚至连外国老师在骂人，他们都听得懂，都知道老师到底在骂他什么。所以小朋友很聪明。那我们是提供小朋友一个双语的全美语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不会有我们台湾人学英文的口音。好，这个是我们学校英文的一个特色。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很重视音乐的部分，就是在国英数主科之外，还有很多艺术的培养。在音乐的部分，我们有课表里面有合奏课，就是打击乐，每个小朋友训练音感的部分都很好，而且也训练小朋友合群群性的部分，因为他要配合别的小朋友，他懂得去聆听，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在那边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不会。那还有就是我们有钢琴、大提琴、小提琴1对1的部分，
所以我们给小朋友的课程的部分，还有课后照顾的部分，最晚可以带到6点半，有课后茶艺啊，有安亲回家功课，全部都在学校完成了。那也因为我们照顾小朋友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我们的家长要求，想要进到我们学校来，进不来，然后就会到我这边，到校长那边，一直说为什么我们很支持学校，为什么进不来？所以跟双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报告，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明年我们有1年级新生的部分有2个班增加为3个班，那我们也通过教育局的一个核准，那这也都是确定的。那我们学校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也欢迎就是双联教会的兄弟姐妹们都可以到学校来参观，感受一下学校的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氛围。好，谢谢。咱的信念是什么？咱信念事实爱感恩，转变咱爱面对。咱的信念包括认同，就是咱爱认同台湾环境细细啊。咱嘛爱认同啥？咱爱认同讲，蚵仔嘛是番薯啦。番薯本身就是番薯，番薯要变做蚵仔嘛是会使的啦吼。若蚵仔番薯就是番薯，咱这个小学部主任是一个蚵仔番薯啦。所以那私底下咧讲台湾话真通，要报告台湾话小可较袂骨溜，所以蚵仔番薯安尼袂歹啊啦安尼袂歹啊。咱认同蚵仔番薯嘛是番薯啦迄个各位我的信念是啥物？这个白狗，我要回家。咱的信念是啥？伫远远的都市，伊咧刻薄这个真理。马偕博士6天6天5夜，安尼用迄竹牌啊，过到枯山岛，过到偏家树去传道理。所以基督教较要紧，毋是要安怎去了解，较要紧是讲咱爱活出这个使命。所以我将这本册《From Far Formosa》留踮咱教会。这个敦煌书记有在买。我的信念是什么？互咱搁一摆来检验。淡江中学的信念是什么？今仔日有互大家看。咱要追求水的物件，这是咱的特色。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照着双联教会甲淡江中学中间的交通，你互阮搁一摆看见主奉主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伫即个所在何等的兴旺，阮感谢你。你伫淡水埔顶，你兴起淡江中学，有原是遮尔水的一个机关。爸上帝，你兴起马偕博士，就是预定今仔日，阮会当伫即个所在来感谢、来感恩、唱歌学罗你。听堂的主，求主你允许你做信靠主你的人，特别伫今仔日，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主你允许双联教会，允许淡江中学。主，阮的信念是阮要牵调伫你。主，你互阮信心，你养持阮，你扶持阮。爸上帝，阮教业较有存。爸上帝，求主你接纳阮伫即个所在的学老，一切学老应该归伫你，愿主你欢喜。阮安尼祈祷，奉靠救主耶稣。